我是这间店的主人，欢迎来阮遮啉茶。你真幸运，会当看到这支录影带。我熟悉一个地理师，伊捌偷偷对我讲。我熟悉一个地理师，伊捌偷偷对我讲。伊讲，伫赤坎楼即附近地气真旺，所以着爱用八卦甲砍掉咧。照风水的理论来讲，着爱有两个八卦，才会当甲地气砍掉咧。但是，即个地理师一直无法度找到另外一个八卦。伊讲，只要伫即两面八卦顶悬饲相共的所在，就会当甲地气放出来，然后转去到300栋前的赤坎楼内面。我毋知影即件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所以甲伊翕做一支录影带，希望有兴趣的人看了会当好好去研究。这间茶行内底有一支录影带，记录着一段无人知影的秘密，紧入去看。